会影片，看一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影片已经有3万多个档案，有的档案比较小，还有照片集的档案比较大，庙会花草树木、艺术品，还有念经典，用电脑软体来读13经啊，也有读经典闽南语读经啊，看播放清单，看到看过的影片有加入我的最爱的超过5000部，然后有这个清单，有网址，资料，有存新档，利用FTP 产生目录，然后岛名太长了，很多都没有办法使用，那可以没有办法显示，可以显示的有变成那个文件的档案，做成压缩档，然后可以送上云端硬碟，可以提供共用网址，可以下载打开来参考。这是 YouTube 影片，45年来观看的那个记录，选了一些重要影片，做一些重要影片比较注意的做记录的，有网址没有网址的有影片名称可以用手机语音助理手机语音助理 OK Google 来做这个呼叫，操作手机萤幕正下方圆圈那个 Home 键按一下，你看这个叫手机语音助理 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朗读影片，请让我看朗读影片的搜寻结果，朗读的。请让我看朗读影片。在 YouTube 找到下面搜寻结果。你看这么多，那是朗读的。朗读，你看，嘉玲为你朗读。你看呢，搜寻朗读就有这么多，这么多的影片了。朗读经典。下面是来自 YouTube 的内容。朗读经典朗读。你看经典朗读就有这么多了。中庸原文朗读、弟子规、三字经、孝经读诵，这通常都是国语版、大学读诵版，有马来西亚中庸读诵版马来西亚，孟子读诵版马来西亚，常理纪要读诵版马来西亚，弟子规三字经读诵版马来西亚，了凡四训读诵版马来西亚的道经，是道清还是佛教的？四书啦，孟子，伦理没有看到，也有闽南语读经啊，这个要怎么分享？经典朗读朗读经典，朗读。按分享，没想到脸书了，没想到那个 LINE
来分享。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可以用到电子邮件吗 ？email 电子邮件。你看你打过的就算这么多，都可以产生出来。这样可以打多一点，所以就累积很多电子邮件的资料。名单硬碟的时候，我们是新创立的，让人家分享，又是电子邮件邀请使用，来帮他们做推荐介绍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啊！好，按错了，你看，按错就麻烦。哎，按了这个出来了，还好。哎，不对，这个是收藏，这个是收藏。你看微信也有收藏 ，WeChat Favorites， LA 不 VO 吗？RITES LAVO ITES 吗 ？WeChat Favorites， 微信收藏，微信 WeChat， 我们聊天 WeChat。微信，那怎么变了？我们哪一个没有做？忘记了。微信啊、Line 啊、FB 啊都有了 ，Line、FB 微信都有了那还有什么？加是什么？加入媒体库加入媒体库那按这个是什么？广告是去播放，按了它就是开始播放了。按媒体库看看，加入媒体库，加入媒体库是会怎么样？新增播放清单，新增播放清单，随身参考资源，你看，推荐好资源，喜欢的影片，你看。看的时候按赞按喜欢的，它就会记录下来。60部稍后观看，它会稍后观看的也会有清单的还有进入 YouTube 首页它那个目录会看到好像这样影片小图示名称。想要看呢，不要每个都点出来就会占用记忆体空间，造成那个很慢
那要怎么做？按那个画面的右上角，那有出现两个小图案，第二个比较下面那个图案，然后会显示后播清单，加入等候播放清单，加入后播清单，等候播放的清单。自己上传影片，加入清单，加入播放清单。你看，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，加入播放清单。自己频道的加入播放清单，然后看人家的影片的也可以加入播放清单，建立播放清单。你看歌唱的就可以累积起来做成那个播放清单。还有 YouTube 的 Music，YouTube 的那个音乐频道啊，还帮你做出那个音乐人的很多图像啊，让你去选，有周杰伦的啦、江蕙啦、张清芳啦、陈奕迅啦，还有其他的好多个台湾的或者香港的歌星呢，李玟也有啊，蔡依林也有了，有的没有照片，江蕙、陈奕迅、张清芳的都没有照片，周杰伦的有照片，你可以选好了，然后他帮你列出一个清单呢，哇！作为个人的音乐合集，个人喜爱的音乐合集清单，按进去它帮你播放你喜爱的歌星的歌曲哦，还有相近的风格相近的歌星的歌曲，做成播放清单呢，叫做个人的喜爱的音乐专辑，个人喜爱的音乐专辑播放清单。哇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参考。然后按收件夹，收件夹就是有订阅的频道，订阅频道它有推出影片了，有上传影片，然后就会通知我们。你看这个泰语的5个声调，太容易了吧？台语说有8音呢，8个声调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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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有2个一样的，就变成7个了吧？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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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容易变成国语的4个音加清音，也有了入声。第1声没有记号，第2声上去，第3声打勾，第4声向下，轻声上面点一点，入声呢，入声在右边点一点，这样不是又变成6个了吗？靠近闽南语的7个8个了。你看很多资讯呢，用5名之穴来记录，东方的医学一方面，西方的科学工具的工艺创作呢，交通工具、3C 产品、电脑科技、科学工巧面。南边的语文学生命、语文学、音乐艺术语文学生命。北方理哲学音命，理哲学、数学逻辑、哲学不哲学应该是中央宗教哲学佛学内命，探讨真理、良心、自性、本性、灵性中央的内命，佛学内命。菩萨学法要在这5名之处学，菩萨的5学处，5名之学。名就是智慧啊，名这个智慧啊，
你看还有很多内容哎，我不知道那个，这个有在电脑上操作全选，整个文字都可以列。